以下我會讀出艾波拉茲預言，開啟一段跨越文學、心理與科技嘅探索。今日嘅主題：鬼魂生成論、理論、歷史、心理與跨學科視角嘅綜合分析。鬼魂生成論唔單止存在於古典文學與宗教敘事，佢更滲透到現代社會數位溝通與心理學研究。佢答一個核心問題：點解鬼魂或者幽靈性能喺不同文化同時代中持續存在？學術界提出多重理論框架，包括敘事生成、社會排除以及幽靈性理論。喺數位時代 ，ghosting 亦即係溝通突然中斷，成為一種新嘅鬼魂生成形式。社群媒體嘅可見性殘留，好似 orbiting， 讓情感依附延長，心理痛感加劇。呢個係一種現代嘅幽靈性。歷史與文化層面，鬼魂主題隨宗教與倫理變遷而演化。例如中國古典文學中嘅鬼婚，從批判儒家倫理到現代身份協商，展現文化嘅複雜交涉。喺早期現代英國，鬼魂信仰與家庭、性別、宗教焦慮密切相關，甚至與煉獄辯論交織。心理學研究揭示，創傷、解離、人格特質以及集體互動，深刻影響鬼魂現象嘅主觀經驗。鬼魂不單是係個人認知，更加係社會協商與文化建構嘅結果。跨文化比較顯示，唔同社會對超自然經驗嘅詮釋與報告率差異顯著。數位科技讓鬼魂生成進入新階段，交友平台上面嘅 ghosting、匿名性與自我防衛策略，重塑人際關係嘅時間性與心理動態。平台設計甚至能夠影響情感痛感，呢個係技術與心理交織嘅最佳例證。最後，跨學科方法係未來嘅關鍵。鬼影像生成技術結合物理模型與機器學習，正在突破複雜環境嘅限制。未來研究需要整合敘事分析、心理測量、數位行為與技術應用，先至能夠深化鬼魂現象嘅理解與應用。總結嚟講，鬼魂生成論係一個跨越文學、社會、心理與科技嘅理論網絡。佢唔單止解釋人類對死亡與記憶嘅集體想像，亦都揭示數位時代嘅新型幽靈性。呢個係一個值得持續探索嘅領域，因為鬼魂或者唔只係過去嘅幻影，而係未來嘅符號。